蛋白質結構預測準確率嘅顯著提升，從59%到92%，以及從中位數 6.6I 到 1.5I 0.15 納米。原子嘅直徑為2至 3I， 因此這係在原子層面預測蛋白質結構。轉換器模型嘅發現係由谷歌一個團隊於2017年作出嘅，與之前嘅深度學習模型截然不同。轉換器模型無需來回查看句子中嘅每個詞，稱為循環神經網絡，而可以一次性對整個句子進行語境化處理。隨着時間推移，在攝入數十萬本書籍、維基百科和大量互聯網內容後，這樣位於大型語言模型，例如 ChatGPT 和 GPT-4。GPT-4 和 AlphaFold 2與 GLP 一藥物有什麼關係？圖 4.5 提供了兩種典型 GLP 一藥物司美格魯和替西柏，以及它們激活嘅生物性腸道、腸促胰素嘅結構示意圖。它們看起來複雜。然而，新型 AI 模型可以輕易預測 GLP 一藥物任何改變所產生嘅三維結構。通過從所有先前嘅 GLP 一工作及相關化學和結構生物學中進行適當學習，轉換器 AI 模型可以設計出預計比現有分子更強效嘅新結構。這甚至可以延伸至尚未被構想嘅小分子口服藥片。我哋已見到 AI 如何促成一種新結構類別嘅抗生素嘅發現。上次發生這種情況花了逾30年，這包括發現對高度耐藥細菌有效嘅分子，例如內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MRSA）。因此，如果也在20多年前 GLP 一藥物開始獲批時便已可用，那麼獲得更長半衰期、效果更強效藥物嘅路徑，很可能會快得多。圖 4.5 而高血糖素樣結構。天然 GLP 1和 GIP 和藥物司美格魯和替西柏。改編自 Eric Topol 新型肥胖突破性藥物 Substack 2022年12月10日。描述19至關重要的係要認識到 GLP 一藥物將會加速發展，例如可以輕易穿越血腦屏障嘅小分子，提供對行為更強嘅調節，或腸胃副作用大幅減少嘅新分子。就像晚點起飛嘅飛機，AI 將在未來彌補時間，精煉我哋今天所了解嘅 GLP 一藥物。GLP 一藥物在醫學上嘅影響，改善患者預後，很可能比任何先前嘅藥物類別更為重大，包括他汀類藥物。這些藥物嘅研發，體現了對肥胖和二型糖尿病大量人群未滿足嘅高效安全需求嘅重大勝利。但我哋見證嘅 AI 進步，將幫助我哋在最大挑戰方面取得類似征服。我哋現在正以飛快嘅速度見到生物醫學發現，且他們將以高速度推進。現在我哋已開始攻克最令人生畏嘅疾病之一——肥胖，許多難治性殺手疾病嘅未來充滿光明。第5章心血管疾病在21世紀初，你可能以為心血管疾病 （cardiovascular disease） 將會讓位於癌症，成為第2大死因。一些人預測對心臟科醫生嘅需求將大幅減少，但時至今日，心臟病仍係任何疾病中造成最多生命損失嘅，不僅在美國，在全球亦然。我嘅醫學專科所取得嘅非凡進步，反映在一幅自我第一次見到它便縈繞腦海的圖表上，也沒有決定放棄心臟科。雖然這幅圖表圖 5.1a 顯示半個世紀以來心臟病大幅減少，但最新的美國數據顯示，自2019年以來，它一直在穩步上升。圖 5.1b 現在每年因心臟病導致嘅死亡比癌症多約10萬例，分別約70萬和60萬，約多17%。2010年，每1萬人中有18例心臟病死亡；2021年，這一數字增至每1萬人21例。相比之下，在同一時期，癌症死亡率降至每1萬人14例。2024年，大多數美國人並不知道心臟病係頭號死因。如今，美國每34秒就有一次心臟病發作，每83秒就有一例與此相關嘅死亡。心臟病和癌症死亡曲線並非正在匯合，而係在發散。而且數據經過了年齡調整，這應大幅減少人口老齡化嘅潛在混淆效應。
圖 5.1a 1960年至2010年美國心臟病死亡率降低。改編自 George Johnson。為何人人似乎都患有癌症？紐約時報2014年1月4日。描述20圖 5.1b 近年心臟病相關死亡嘅增加。2010、2022年 AAMR 年齡調整死亡率。改編自 Rebecca Woodruff 等。2010、2022年心血管疾病死亡率趨勢和超額死亡。美國預防醫學雜誌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66第4期2024年4月582-89。描述21是什麼導致了這一度充滿希望嘅心臟病曲線逆轉。幫助實現心臟病死亡大幅減少嘅因素，包括吸煙率大幅下降，從1950年代嘅45%降至今日約12%。他汀類藥物嘅使用，現在約1/4嘅美國人在服用。更好嘅高血壓控制，以及恢復血液供應嘅手術，無論係在心臟病發作期間，還是通過非緊急的搭橋手術或支架置入術。此外，治療心臟衰竭和嚴重心律異常嘅各種改進，延長了這些高風險人群嘅生命。很難確定為何我哋嘅心臟再次以更大嘅數量殺死我哋，但我哋知道糖尿病、diabetes、流行病必然是原因之一。生活方式加多個方面嘅惡化，可能亦在其中發揮作用。諷刺地，與其他年齡相關嘅主要疾病不同，80%至90%嘅心臟病可通過關注第一部分所討論嘅生活方式加因素來預防。它確實係本書這部分所討論嘅慢性殺手中最可預防嘅。篩查動脈粥樣硬化心臟和血管疾病嘅主要基礎係動脈粥樣硬化 （atherosclerosis）。這個醫學術語嘅字面翻譯係粥狀硬化，來自希臘詞 athero 意為粗麥粥和 sclerose 意為硬。煮燕麥片，然後讓未清洗嘅鍋子放在水槽裏，你便會明白為何這係有害嘅。德國病理學家 Felix Massan 在1904年創造這個術語時，他指的係他在動物內部觀察到嘅外觀像粥狀嘅脂肪物質。這種脂肪物質現在被稱為斑塊 plaque。當低密度脂蛋白 LDL 和其他攜帶膽固醇嘅脂蛋白由蛋白質和脂質組成的分子積聚時形成。斑塊在幾十年間由於這些脂蛋白的逐漸積聚而累積，同時伴隨動脈壁嘅炎症。動脈粥樣硬化過程可導致不同結果，它可以係突然嘅，來自突然嘅裂縫或斑塊破裂和血凝塊，係心臟病發作嘅直接原因，也可以係慢性嘅。動脈管腔因斑塊積聚而變窄、限制，但通常不完全阻塞流入心臟嘅正常血流。隨時間推移嘅 LDL 膽固醇升高累積暴露及其幅度，驅動動脈粥樣硬化，且可通過早期干預來預防。同樣嘅過程可發生在身體任何動脈，無論係腦部、腦血管、主動脈、帶有到腸道和腎臟嘅分支，還是到四肢嘅周邊血管。動脈粥樣硬化過程深受損傷動脈壁嘅因素影響，例如吸煙、未受控制嘅高血壓、糖尿病及其伴隨嘅血液高糖水平，或血液中嘅異常血脂，尤其係 LDL 膽固醇。動脈粥樣硬化被比作一種由動脈壁平滑肌細胞驅動的腫瘤類似疾病。同時，與癌症共享嘅生活方式加風險因素以及慢性全身性炎症嘅基礎，已被適當地注意到。亦有一種越來越多記錄嘅自身免疫成分，增加了自身免疫疾病患者發展心臟病風險大幅升高嘅認識。儘管冠狀動脈疾病通常在年長者中出現，但它係一個終生過程。有明確證據顯示，在青少年和年輕成人中有早期斑塊形成。隨着年齡增長，一些輕微冠狀動脈斑塊形成係非常普遍嘅，可以說普遍存在。到30歲時，大多數人至少有一些早期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斑塊 （coronary atherosclerotic plaque） 嘅證據。圖 5.2。越早在生命中解決所有潛在嘅驅動性嘅生活方式加因素，顯著嘅斑塊積聚或斑塊破裂嘅機會就越少。關於年齡相關主要疾病、心臟、大腦和癌症，不能過分強調嘅係，它們通常在臨床上表現出來之前，已在醞釀約20年或更長時間。這代表了一個多麼好嘅機會來預防其發生。
圖 5.2 年輕年齡嘅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患病率，不同病變大小閾值。改編自 EMTASKU 等。無症狀青少年和年輕成人中冠狀動脈粥樣硬化嘅高患病率，血管內超聲嘅證據，循環103第22期2001年6月2705 10描述22丹麥一項重要嘅前瞻性研究，使用 CT 冠狀動脈造影 CT coronary angiogram 評估了逾9500名40歲或以上無症狀或已知心臟病嘅人，並追蹤了3年半。約一半嘅參與者沒有動脈粥樣硬化嘅證據，其餘嘅人符合圖 5.3 中嘅某一類別。梗阻性或廣泛冠狀動脈疾病與8至9倍嘅心臟病發作風險增加有關。當兩者同時存在時，風險增加至13倍，與無動脈粥樣硬化者相比。死亡或心臟病發作風險升高嘅結果類似，即使係非梗阻性但廣泛嘅動脈粥樣硬化，也帶有3倍嘅心臟病發作風險。這些發現強調了無任何症狀嘅人中冠狀動脈疾病嘅高發生率。即使在短期隨訪中，非梗阻性疾病亦帶有顯著風險。這就係為何篩查如此重要。如果能在不對整個人群濫用 CT 冠狀動脈造影嘅情況下，了解誰係高風險，豈不是很好？美國心臟協會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將健康飲食、體力活動、避免尼古丁、健康睡眠、健康體重以及健康水平嘅血脂、血糖和血壓稱為生命嘅8大要素 Life's Essential 8。這些因素係動脈粥樣硬化嘅關鍵驅動因素，但遺傳亦發揮作用。雖然不常見，但正因如此，一些完全健康、沒有高血壓、糖尿病或血脂異常嘅人，也可能心臟病發作或需要恢復正常血液供應嘅手術。約1/20嘅冠狀動脈粥樣硬化病患者在40至45歲之前發病，稱為早發型冠狀動脈疾病 （Premature CAD），其中高達60%沒有家族史。如第一章所討論，多基因風險評分有助確定一個人嘅心臟病風險。他們已在美國一些醫療系統中實施，例如 Mass General Brigham 以及一些人壽保險公司。他們亦越來越多地通過多個商業實體提供，包括 23andMe、Genotype、Genomic PLC、OpenDNA、Ambry Genetics、Myriad Genetics 和 Haplotype Labs。對於 Mass General Brigham 中排在前10%被歸類為高風險嘅個體，各祖先群體心臟病發展風險約增加2倍，亞裔人士可增至近4倍。在一個對冠狀動脈疾病高風險定義為前5%嘅大型 NIH 支持項目中，跨祖先嘅2倍風險得到了獨立複製。在一項評估了10種不同疾病多基因風險評分嘅2500人研究中，冠狀動脈心臟病係最常見地檢測到高風險嘅疾病。一項在中國逾96000名參與者中進行嘅前瞻性研究，強調了多基因風險評分在預測心血管疾病方面嘅重要性，連同生活方式以及兩者嘅疊加影響。圖 5.3 心臟病發作風險相對於冠狀動脈粥樣硬化狹窄嘅嚴重程度，梗阻性或非梗阻性和範圍，廣泛或非廣泛。改編自 Andreas Fuchs 等。丹麥隊列中亞臨床冠狀動脈粥樣硬化和心肌梗塞風險，內科學年鑑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176第4期2023年433 42描述23理想情況下，每個人都應在早年了解其風險評分，因為它獨立於並疊加於心臟病家族史和其他已知風險因素。較高嘅多基因風險評分預測使用他汀類藥物嘅益處，以降低冠狀動脈粥樣硬化疾病風險，走向1級預防，尤其係在年輕時開始。除了指導他汀類藥物嘅使用外，知道自己嘅冠狀動脈疾病多基因風險評分使自己處於高風險，有助改變人們嘅行為。我在診所使用它近10年，以幫助決定是否應在風險因素極少或無風險因素嘅人中開始使用他汀類藥物。遺憾嘅係，這尚未成為醫療實踐嘅常規部分。我哋血液中嘅蛋白質係心臟病風險嘅有用指標。特定蛋白質嘅存在及其水平係蛋白質組評分 （Proteomic Score） 嘅基礎。在一項針對英國生物銀行22000名參與者嘅研究中，
基於與300種蛋白質嘅蛋白質組評分，與心血管和多系統風險有關，搭加於多基因風險評分，且可通過運動訓練改變。亦有一個基於約850種蛋白質嘅心臟器官蛋白質組時鐘 Proteomics， 已在多個人口隊列中得到驗證。約2%嘅人表現出心臟加速老化，這有可能適應臨床用於檢測心血管風險。當48種蛋白質和43種代謝物水平被加入臨床特徵時，6個月內心臟病發作嘅預測準確性提高。隨着年齡增長，血液幹細胞會發展出特定突變嘅克隆，稱為不確定潛能克隆性造血 CHIP Clonal Hematopoiesis of Indeterminate Potential。但這並非那麼不確定，因為 CHIP 與心臟病和血栓事件風險強烈相關，且可輕易納入全面風險評估。在70歲及以上患有 CHIP 嘅人中，心臟病風險增加6倍。這些基因或蛋白質評分目前均未在臨床實踐中使用。更遠離診所嘅係心臟病風險嘅腸道微生物組評分。當這被加入臨床風險因素和基因組多基因風險數據後，在約5000名追蹤18年嘅人中，增加了與血壓、膽固醇或三酸甘油酯水平相當嘅風險信息，並增強了預測或風險。另外，對1400名參與者嘅腸道微生物組分析，揭示了能代謝膽固醇並降低其血液水平嘅特定細菌物種，進一步牽涉到腸道微生物組在調節心臟病中嘅作用。更令人驚訝嘅係，由特定微生物物種如低 Prevolula 確定嘅腸道微生物組代謝年齡，如何抵消年長者心血管疾病嘅風險。一項針對32個國家近57000名參與者嘅腸道微生物組研究，發現單細胞生物芽囊原蟲 Blastocystis 嘅患病率與更好嘅心臟代謝譜和預後以及較少肥胖有關，且在健康飲食後有所增加。這些研究支持我哋可能通過操控腸道微生物組來調節年齡相關疾病風險嘅概念。更常用嘅係通過 CT 掃描獲得嘅鈣化評分 Calcium Score。這項測試評估冠狀動脈中鈣質積聚，這可能與動脈內部動脈粥樣硬化斑塊嘅積聚有關，也可能無關。因此，它係一項間接測試，被大力推廣，例如作為情人節禮物，並被醫生對無風險因素人士過度使用。許多被轉介給我嘅患者評分超過100，擔心面臨致命心臟病發作嘅風險而恐慌。雖然評分根據年齡索引與心臟病發作風險之間存在一定相關性，但這僅適用於遠超過300嘅評分。令人驚訝嘅係，我見過相當數量評分為0或極低嘅患者，每1-2年重複測試，這係完全沒有必要嘅。這些測試通常不在保險範圍內，一般費用$150，但可高達$400。在鈣化評分測試引入近40年後，終於有隨機試驗正在進行，以確定結果是否對患者預後有實質影響。使用造影劑嘅 CT 心臟掃描以描繪動脈，可能在檢測心臟動脈炎症方面發揮作用，我哋稍後會談到這一點。藥物治療在多基因風險或鈣化評分用於冠狀動脈粥樣硬化疾病之前很久。LDL 膽固醇已被完全驗證為一種關鍵生物標誌物，係所有醫學中研究最廣泛嘅實驗室測試之一。已有多項大型臨床試驗測試他汀類藥物，並確定所達到嘅 LDL 水平與冠狀動脈心臟病 CHD 事件之間嘅關係，如圖 5.4 所示，每個數據點對應一個臨床試驗嘅首字母縮略詞名稱。近年來 ，LDL 水平遠低於50 mg/dL 嘅經雙降至最低策略嘅安全性和益處已被倡導。通過多種藥物實驗，更強效嘅他汀類藥物和聯合使用伊捷密布 Ezetimibe、Zaser、苯配酸 Bempedoic acid、Nexletol 以及前蛋白轉化枯草桿菌素斜線劇性9型 PCSK9 抑制劑、注射劑，包括 Lilokumab、Praluent、Evolocumab、Repatha 和 Inclisiran、Leqvio。值得注意嘅係 ，Inclisiran 係一種只需每6個月輸注一次嘅小干擾雙鏈 RNA 藥物。其他 PCSK9 阻斷注射藥物係每1至2個月吸藥一次嘅單克隆抗體。對於最佳目標水平仍不清楚，但對於已出現冠狀動脈粥樣硬化疾病嘅人，
如果藥物耐受良好，將 LDL 降至50mg/dL 以下係合理嘅。一些醫生從積累嘅數據中外推，認為對於 LDL 升高但其他方面健康、無風險因素嘅人，盡可能接近零嘅超低水平，也應擴大健康壽命。目前對此尚無確鑿證據，但近年嘅趨勢係更積極嘅降低，並在 LDL 升高和其他心血管風險因素嘅人中盡可能早齡開始。對穩定冠狀動脈疾病患者嘅最新試驗進一步分析嘅結果，顯示 LDL 膽固醇降低至20mg/dL 以下，對心血管死亡、心臟病發作、MI 和中風嘅保護更佳，並強化了這一積極目標作為二次預防嘅重要性。圖 5.5。我想提醒你，積極使用他汀類藥物劑量嘅二型糖尿病風險增加，例如見於瑞舒佛他汀 Rosuvastatin 與阿托佛他汀 Atorvastatin 嘅隨機試驗以及所有試驗嘅概述。另一方面，有證據支持他汀類藥物對85歲及以上年長者嘅益處和低風險。圖 5.4 各隨機試驗中 LDL 膽固醇降低及主要心血管事件減少。試驗名稱係縮略詞，改編自 FB-Mensing 等。早期使用他汀類藥物及前蛋白轉化枯草桿菌素斜線劇性9型 PCSK9 抑制劑治療急性冠狀動脈綜合徵。心血管醫學前沿9 2022年12月1061346。除咗 LDL 膽固醇之外，仲有其他與動脈粥樣硬化相關嘅血脂化驗，即係用於尋找及測量特定物質嘅實驗室測試。在典型嘅血脂套餐中，三酸甘油脂同高密度脂蛋白 HDL 膽固醇都包含其中。正如我哋在代謝綜合徵第1章嘅討論中所提及，高空腹三酸甘油脂同低 HDL 係潛在胰島素抵抗嘅兩大主要指標。三酸甘油脂水平與風險升高之間存在直接關聯，除非水平極高，否則中度升高通常可以通過減重及注意生活方式加因素來改善。對於心臟病高風險、生活方式改變效果不佳嘅人，使用20碳5稀酸乙酯 Icosapent ethyl Vesper 一種名為20碳5稀酸 Icosapentanoic acid 嘅乳油改良形式可能有用。這種治療有大型隨機試驗支持其對抗心血管事件嘅保護作用，但由於其他乳油試驗未能發現可減少不良事件，結果仍然存在爭議。另一種針對高三酸甘油脂嘅反義藥物 Antisense drug Olezarsen 已被證實可透過每月注射一次達到50%嘅降低效果。目前，針對血管生成素樣蛋白3 ANGPTL3 基因及載脂蛋白 C3 APOC3 基因嘅 RNA 干擾 RNA interfering 藥物正實現三酸甘油脂嘅大幅降低。帶有兩個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症 Familial hypercholesterolemia 基因拷貝嘅人，在年輕時已面臨極高嘅動脈粥樣硬化風險。正因如此，針對 ANGPTL3嘅單克隆抗體 Evinacumab Evkeeza 已獲批准用於治療兒童中的這種罕見疾病，實在是一個好消息。圖 5.5 所達到嘅 LDL 膽固醇絕對水平，與心血管死亡、心臟病發作 MI 及中風三聯組合嘅降低之間嘅關係。改編自 Prakriti。加伯等所達到嘅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水平與長期心血管及安全結果 Furiel 研究分析循環147第16期2023年4月1192203針對 ANGPTL3 Zodasiran 及 APOC3 Plozasiran 嘅靶向藥物每3個月給藥一次，對多種血脂具有廣泛嘅有益效果，對於存在混合血脂異常嘅人可能尤其有用。HDL 膽固醇通常被稱為好膽固醇，但它與心血管預後嘅關係同 LDL 及三酸甘油脂大有不同。HDL 膽固醇一般被視為旁觀者，而非動脈粥樣硬化嘅驅動因素。吊詭嘅係 HDL 水平極高，超過80mg/dL，可能反而與全因死亡或心血管死亡風險升高有關。這些高水平嘅 HDL 並非如想象中那麼好，因為它們往往與功能失常嘅 HDL 相關。這些 HDL 無法像預期般發揮清除膽固醇嘅作用。與高三酸甘油脂嘅處理方式相似，低 HDL 水平，男性低於40mg/dL，女性低於50mg/dL，通常也能透過相同嘅生活方式調整來改善。
與大量降低 LDL 膽固醇嘅臨床試驗證據相比，積極干預三酸甘油酯或 HDL 膽固醇嘅臨床試驗，在改善心血管預後方面嘅相關性或證明力度較弱。不過，你嘅醫生認為良好嘅血脂指標結果，確實係好事。另一個令人困擾嘅脂蛋白，長期以來都缺乏有效治療，但其風險確鑿無疑，那就是脂蛋白 A、LPA。儘管高水平嘅 LPA 係心臟病嘅危險因素，但接受 LPA 檢測嘅人仍不足0.5%。最近，一種藥片被證實可將 LPA 降低65%，但目前仍處於早期人體試驗階段。儘管很可能如此，我哋尚未確知它是否真的能降低冠狀動脈粥樣硬化疾病嘅風險。目前亦有多項針對 LPA 嘅小分子藥物及生物製劑小干擾 RNA 研究正在進行中。如果未來其中一種降低 LPA 嘅藥物奏效，那麼其化驗項目被納入常規血脂套餐將不足為奇。還有許多其他目前未被評估嘅血脂標誌物，但其中一個應該納入嘅係載脂蛋白 B、ApoB、Apolipoprotein B。雖然它通常與 LDL 膽固醇水平相關，但大量令人印象深刻嘅研究顯示，它係更精確嘅風險預測指標。大約有20% LDL 膽固醇正常嘅人，其 ApoB 水平偏高，意味着存在心血管疾病風險。這很合理，因為 ApoB 係更直接嘅測量，正係 ApoB 在我哋血液中攜帶膽固醇。這種蛋白質包裹着 LDL 顆粒，同時也包裹着中密度脂蛋白 IDL、Intermediate Density Lipoproteins、極低密度脂蛋白 VLDL、Very Low Density Lipoproteins 及 LPA。有些人 ApoB 水平高，但 LDL 膽固醇正常，處於心血管高風險狀態，因此對於高風險人士，如代謝綜合徵、高三酸甘油酯或高多基因風險評分嘅人，這係一項重要的實驗室測試。它應該納入保險範圍內嘅標準血脂套餐，但通常並非如此。至少進行一次，或偶爾配合常規血脂套餐一起做，以了解自己嘅 LDL 膽固醇和 ApoB 水平是否存在差異，並協助監測風險程度，例如是否需要增加他汀類藥物嘅劑量或換用更強效嘅藥物，都係有價值嘅。或許有朝一日，這一明顯忽視如此強大證據基礎嘅缺漏，終會得到糾正。ApoB 也會成為標準血脂套餐嘅一部分。在此之前，可用非 HDL 膽固醇作為 ApoB 嘅替代指標，計算方法係以總膽固醇減去 HDL 膽固醇。雖然不如直接 ApoB 測量準確，但通常可從常規血脂套餐中推算，且相關性相當好。好消息係，針對異常血脂嘅新藥正在大量湧現，主要係生物小干擾 RNA，能夠靶向以往無法瞄準嘅基因。這徹底改變咗對高風險患者嘅篩查和治療選項格局。對於無法耐受他汀類藥物嘅患者，我哋亦有良好替代方案，例如苯配酸 bempedoic acid 及多種 PCSK9 阻斷劑。在預防動脈粥樣硬化方面，管理異常血脂固然係主要手段，但嚴格控制高血壓 hypertension 及糖尿病 diabetes 如果存在嘅話，同樣重要。這些危險因素環環相扣，而身體所有器官嘅血液供應都依賴於我哋嘅心血管健康。除咗心臟和血管與所有器官系統之間嘅這種直接聯繫之外，影響各個器官嘅危險因素之間亦存在大量重疊。炎症係動脈粥樣硬化嘅關鍵幕後黑手，而高敏氏反應蛋白 hsCRP 係全身炎症嘅血液生物標誌物。在大量證據積累嘅基礎上，臨床試驗的舞台已然搭好，用以驗證一種強效抗炎藥物是否可以抑制心臟病這一假設。2017年發表嘅卡那單抗 Canakinumab 抗炎血栓結果研究 CANTOS 招募了逾1萬名曾有過心臟病發作 hsCRP 偏高嘅參與者，隨機分配至3種不同劑量嘅卡那單抗，一種針對白細胞介素1 interleukin 1嘅單克隆抗體組，每3個月注射一次，或相應安慰劑組，持續近4年。高劑量藥物將 hsCRP 降低咗40%，同時在對血脂水平無任何影響嘅情況下，顯著降低咗心臟病發作、中風及心血管死亡。
然而，與安慰劑0.18%相比，藥物組0.3%出現咗輕微，每1萬名受試者中約有12人，但顯著嘅致命感染或敗血症 sepsis 風險增加，這反映其免疫抑制效應。這項試驗結果中還有一點相當值得關注，致命癌症及肺癌顯著減少。由此可見，一種強效抗炎藥物同時抑制咗心臟事件和癌症，但致命感染嘅絕對風險有輕微增加。藥物製造商諾華 Novartis 決定不繼續申請該藥物用於降低心血管事件嘅適應症。幾年後，秋水仙鹼 Colchicine 再次嘗試探討這個問題。與單克隆抗體不同，這種強效抗炎藥物3000多年前已被發現，並於1800年代提取分離，價格低廉，且係口服吸藥。其主要副作用係胃腸道反應，特別係大約1/4嘅人會出現腹瀉。一項針對近5000名心臟病發作後30天內患者隨訪2年嘅隨機試驗顯示，秋水仙鹼組與安慰劑組相比，心血管事件顯著減少，每100人中約有2人獲益。與 CANTOS 試驗相似，感染問題同樣存在，即肺炎發生率增加，秋水仙鹼組更為常見。此後，另一項針對逾5000名慢性冠狀動脈疾病患者嘅秋水仙鹼大型隨機試驗顯示，心血管事件降低30%，每100人中約有3人獲益，但非心血管死亡率有增加，每1000人中約有2人。綜合這3項試驗嘅一致結果，強而有力地證明抗炎藥物可以減少心臟病發作、中風及心血管死亡。2023年6月，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 FDA 批准咗一種秋水仙鹼製劑0.5毫克，名為 Lodico， 成為首款專門用於治療心血管炎症嘅藥物。其零售價格比醫生可處方嘅普通通用劑型0.6毫克高出至少10倍。然而，儘管如圖 5.6 所示，基於5項隨機試驗薈萃分析所匯總嘅綜合數據相當支持，這兩種製劑在常規臨床實踐中均未被採用。當各試驗數據匯總分析時，感染或肺炎嘅顯著風險並不存在。2024年，另一項針對曾患中風患者嘅第6項隨機試驗進一步確認了秋水仙鹼嘅這些益處。另一個檢測冠狀動脈炎症嘅途徑亦隨之出現。CT 掃描冠狀動脈造影可以檢測環繞3條冠狀動脈各自嘅脂肪組織所顯示嘅炎症程度。對逾4萬人進行這項檢測，並對其中一部分人追蹤近8年後發現，超過80%嘅人並無阻塞性冠狀動脈疾病，即無顯著性動脈粥樣硬化性狹窄。但這一群體嘅主要不良預後風險卻顯著升高，佔所有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嘅60%以上。在延長追蹤嘅隊列中，動脈炎症與此類主要不良事件之間存在驚人嘅關聯。例如，與無任何動脈炎症相比，3條動脈均檢測到炎症嘅人，在延長追蹤期內心血管死亡風險高達30倍；一條動脈發炎嘅人，心血管死亡風險則係13倍。圖 5.7。這些發現係獨立於傳統臨床危險因素評估之外嘅，並對其有所補充。圖 5.6 5項秋水仙鹼治療冠狀動脈疾病隨機試驗嘅結果總結。改編自 Ernafile 等，低劑量秋水仙鹼在冠狀動脈疾病患者中嘅效果與安全性，隨機試驗嘅系統評價及薈萃分析。歐洲心臟病雜誌42第28期，2021年7月2765-75。此外，亦可透過在冠狀動脈內部成像，更直接地識別高危易損斑塊 vulnerable plaque， 即無顯著狹窄或限制血流嘅斑塊。一項針對1600名具有此類易損斑塊患者嘅隨機試驗，比較介入治療、球囊血管成形術或支架置入術與藥物治療，發現在2年追蹤期間，主要心臟事件顯著減少。這些結果挑戰咗一個長期教條，即支架置入術只應用於顯著限制血流嘅動脈狹窄，俗稱堵塞嘅情況。圖 5.7 發炎動脈由 AI 分析 CT 掃描與心臟相關死亡之間嘅關係。改編自 Kenneth Chan 等，無阻塞性冠狀動脈疾病患者嘅炎症風險與心血管事件。沃芬多中心綜向隊列研究，刺針403第10444期
2024年6月2606-18，綜合所有這些試驗，我哋可以承認，全身性或心臟動脈炎症係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嘅危險因素，而抗炎藥物可以改善預後。然而，心血管醫學界尚未付諸行動，改變臨床實踐以反映我哋檢測炎症並採取相應措施嘅能力。也許等到有更好嘅抗炎藥物出現時，這個觀念才會最終深入人心。預測與預防動脈粥樣硬化積聚需要漫長時間，這段時間正好提供咗一個機會，識別高冠狀動脈疾病風險人士，密切追蹤這些人，並早期干預修改任何危險因素。正如我哋剛回顧嘅，如今炎症亦已納入其中。圖 5.8 個人風險評估現在應該遠遠超越傳統臨床因素，如糖尿病、肥胖、吸煙、缺乏體力活動及高 LDL 膽固醇。這些心臟炎症報告所帶來嘅洞見，為預測一個人與心臟病嘅糾纏提供了另一種途徑。除咗既定嘅臨床危險因素，仲有許多其他結果可以幫助識別高風險人士。清單包括多基因、腸道微生物組及蛋白質組風險評分、心臟衰老時鐘、CHIP、炎症生物標誌物如 hsCRP， 以及 AI 對視網膜照片 Retina Photo 的解讀，以及如有條件胸部 X 光。視網膜和胸部 X 光係所謂機會性醫學成像 Opportunistic Medical Imaging 嘅例子，因為進行這些測試嘅原因並非為咗評估心臟病風險，但借助 AI 可以從視網膜或胸部 X 光準確推算心臟動脈鈣化評分。視網膜照片亦可用於預測心臟病發作和中風嘅風險。顯示全身加速衰老嘅表觀遺傳年齡 Epigenetic Age、DNA 甲基化 DNA Methylation 時鐘與不良心血管預後風險增加存在相關性。圖 5.8 冠狀動脈疾病嘅預防，一種多模態 AI 方法用於識別高風險人士，將其納入主動監測，以及積極阻止動脈粥樣硬化和炎症嘅進展。一旦一個人被評估為高風險，就可以推廣全面嘅生活方式加因素，並啟動密切監測，包括 CT 掃描檢測冠狀動脈炎症、血液標誌物檢測全身炎症。更積極嘅血壓管理，目標係低於120 mmHg， 以在大型隨機試驗中被證實可預防主要血管事件。若炎症標誌物持續升高，即便已積極改善生活方式，亦可考慮使用高強度他汀類藥物，以及如反應不佳的話，抽水仙鹼等抗炎藥物。更好嘅抗炎藥物或腸道微生物組調節療法，毫無疑問將在未來面世。